這趟旅程是一場專為春節設計的深度文化體驗，帶你飛往山東，在5天內沉浸於最熱鬧、最地道的新春年味與祈福傳統。我們將帶你參與山東4大新春盛會，從濰坊的楊家埠廟會、濟南的大明湖廟會，到淄博的璀璨花燈節與青島熱鬧的糖球會，讓你全方位感受北方濃厚純正的年節氣氛。行程的核心是新年登高祈福，我們將帶你前往五岳之首泰山，乘坐纜車與環山車輕鬆登頂，漫步天街，在玉皇頂為家人祈求新年平安，寓意步步高升。旅程還充滿文化體驗，你將在濰坊親手製作木板年畫，在淄博見證千年琉璃吹製技藝，並在青島品嘗最新鮮的原漿啤酒，感受這座城市的歐陸風情。我們全程安排豪華酒店，國泰航空直飛青島，全程純玩，專業粵語導遊陪同。這個春節告別常規，與我們一同深入山東，過一個最有文化味的吉祥年。